爱啥啦？你搬厝搬到啥款？哦，我替你哀一下啊！哦，你看你即摆你你即摆是毋是就要哀啊？对对啊，我月初搬厝哦，嘿，物件有够济呢。台湾朋友伊白白已经搬离开阮这内湖区啊，对啊，你无法度伫内湖看到你行路啊？应该袂有人感觉真失望啦吼。对，我啦，我就袂让你楼顶，小姐要甲你载一下嘛，无啊，我无爱就你的车。我袂甲你载去买啊。你看是毋是收物件拢爱哀一下？对啊，爱敢拢整理好啊？整理是整理好啦，毋过吼，因为阮朋友替我斗整理，你个有朋友甲你斗整理啊？嘿啊，好。啊，整理了，我要找物件，颠倒找无。你朋友敢有闲要来阮兜者？可能收钱伊愿意哦。哈啊！我之前嘛叫朋友来甲我斗用啊，我就是想朋友小厉害呢。我过2-3个月了甲伊问讲，你敢有看到迄堆内底有啥物，伊个讲会出来呢？是伊讲迄物件早单掉啊。哦，太厉害啊呢。对啊，啊伊就讲伊个要找一工来阮兜，但是因为之前热天的时阵伤热，阮迄间房间也无冷气啊，嘿，热到要死。哦，会起笑迄种诶。对啊，为虾米迄物件拢会袂记你心伤失地症？你是毋是食着我的喙暖叫我画着？叫你画着是无毋对，啊，毋过无食你的喙暖啦。你还确定呢？对，我确定。有食我的喙暖，你就讲出来，莫歹势啊！无绝对无，听朋友伊歹势。好啊，来宾要来啊！咱今日找一个最厉害的老师来甲咱教一下，因为我想咱两个有即款的问题，应该是大部分的人有啦。对啊，你看两个人内底，两个拢有即个问题，安尼其他的人嘛一定有即个问题。对啊，一定对啊，所以到底物件是要怎整理？今年过年，黑白边干真正他都甲因兜整理好，都互咱继续看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白边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够甲观众朋友下配用台语念出来。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，欢迎耶！大家好，我是收纳幸福的廖哥廖新文老师，你最近对对？对，你刚才我为着这台词安尼，我讲想规半步，想规半步安尼吼，无要紧，然后就是一个轻松开，宝宝，什么轻松开讲的节目，你莫安尼啦，莫紧张啦吼。哎，老师，咱就莫加话讲伤济，无惊你等下别空。咱直接进入主题哦，嘿，咱就是哪开讲哪讲。想要问讲，就是你是安怎会成为即个整理师咧？我以前是伫百货公司做，就是卖衫的。对。啊，结果因为我就是足够整理的，所以足侪人就是甲我讲，你若足够整理无？你教我安怎整理好啊？安尼，我想讲对呢。我伫百货公司吼整理的时阵，迄领衫囥伫倒位啊，有几领啥物色水，我拢知影。若是迄天我无上班，阮的同事敲电话甲我讲。借问一下，迄9023，伊讲一个货号，货号。右边升过第三格，下卡第二领，无毋对，死人啊！就是安尼，我马上就会知影迄物件伫倒。所以迄阵我就发现讲，我有这个天分啊，对，这个天分，所以我想讲，哎哟，安尼我真正会当去甲别人教哦。对，结果我就开始甲别人教。啊，迄个人吼是我人客，伊买足侪衫诶。是啊，我去因兜整理的时阵，伊就去因兜整理，佮卖衫卖到去因兜整理。伊当时要来阮兜，嘛会使哦。啊，伊甲我讲，你看你若甲我整理好吼，甲迄较歹诶剪掉，我佮会当去你遐佮继续买。会晓收。安尼，所以就是那个其他剪买，安尼甲剪掉安尼。对，去因兜先甲伊拢剪掉。全部拢真歹，无啦。我拢来阮兜买。我就去因兜啊，甲伊整理好，对毋对？佮顺续教的物件是爱安怎整理，共款的物件，共款的色水放做伙，你会当联想到，你就找有啊。物件放伫倒，你拢知，你就袂去顶搭，袂去买着同款的物件，都袂去买着同款的物件。所以收纳好了后，伊就伫 FB 面顶，甲伊的相片吼，抛出来，整理前甲整理后，来抛出来，做一个对比安尼。甲逐个人讲，你看我的房间，结果全世界人拢去啊，拢伫后迄下面遐，淡仔讲，我嘛袂，我嘛要请伊，我嘛袂，结果我做遮人，就做甲饱。啊！真诶，我
摆到当时，所以都免去卖衫。安尼要摆到当时，对啊对啊，后来是我就是因为我嘛是共款，抑搁伫百货公司上班，啊，佮继续伫百货公司上班，我就趁遮济，是趁遮济，我就是上班进前甲上班，下班了后甲休困的时休阵，困的时阵，就是有闲的时阵去替因经理安尼。甲大家人经理。你根本就无咧休困啊，对。对，愈经理愈济了，我发现百货公司嘛免做啊，趁饱。嘛毋是啦，我发现吼，我家己佫较介意即个工课。你讲较介整理，我连做面梦哦，嘿梦着我咧甲一个人客经理安尼，我知影我你要请啊哦，我会甲伊讲，你爱较紧诶，因为我念面你要请，就无法度甲你斗相共。发梦的感觉，你嘛是啊？这个我感觉，我可能慢慢拢想讲，我等下困起来物件袂记你。老师，我想要问一个问题，像我若是有这失智症的人，讲我就做一个整理的物件，我记袂起来啊。你莫分伤幼，因为你分伤幼，你找无。哦，所以你若大范围安尼安尼甲伊整理好，你就发现差不多的物件拢放做伙，安尼你找物件较紧。哦，但是我就无法度像你安尼倒边算怪第三个，对，你就是无法度安尼啊所以，你无法度做经理书啊。大项的、细项的，安尼就好啊。是哦。嘿定的，也是软的，安尼就找有啊。你用讲我迄领三简单的迄领啊，你家己找。嘿啦，无就是湿水较深的，拢伫倒位，安尼就你就找有，嘿。对，但是其实上重要是要先甲不爱淡掉了。对啦，迄这真正最重要。我爱分甲来起笑啊。因为伤侪人拢是物件伤侪，物件伤侪，对。我就是做整理师，这个原因是我讲我伫百货公司了后，我就想讲后来是因为我妈妈破病了后，我就想讲无我就是甲工课辞掉，我先去甲伊照顾。迄阵就咧想，我甲阮弟弟轮流去顾妈妈，安尼若有时间，我就会当出来做工课嘛。搁伫收物件，嘿，搁去。顺续搁去收物件，就开始创业啊，安尼。哦，对。听讲你是台湾头一个，就是以整理师出发的。对，整理师。真诶啊，伊都是去别人诶厝里甲伊整理安尼，教伊整理，所以甲即阵已经12年啊。12年啊。12年之前，阮才6岁呢，阮今年18岁。安尼6岁的时阵，佫毋知影爱收物件，我玩具黑白蛋，玩具啊，真诶。阮阿妈讲诶，你玩具黑白蛋啊。好啦，过来要继续问讲，就是整理师嘛，听讲老师伫咧2019年的时阵，家己创一个收纳要考卷，一条粉过啊。对。想要问这个三星的过程，还有伊的内容。因为我去整理的时阵，发现整理足简单诶，有4个顺序。第一个就是集中，甲所有的物件拢共款拢扣做伙。第二个就是精选，就是选你买还是选你无爱。即个顺序，你爱选你无爱，看起来是笨色的啦，无就是已经歹去的，这拢简单掉。但是我每一项拢真宝贝，要安怎？无你就选你感觉真正无爱的，简单掉，真正无爱的，譬如讲已经袂当食的。物件啦，安尼过期的，过期的太高的啦，生高的，过来第三个就是分类，甲共款的，你想会到的拢甲放做伙。像我拄仔讲的，你毋好分伤幼，安尼，过来第四个就是归位，所以就是若是用国语来讲，这是集中挑选、分类、归位，我就用头一个字，然后想着集挑分归，一条分过，安尼足好记的。所以你若去看我教过的学生，因为整理的时阵，淡仔啉一条分过，一条分过，根本愈整理愈枵安尼，要食粉粿诶，今日食粉粿饼。因为无爱整理啊，都是像安尼，伊知影要安怎用了，整理起来足厉害的，加足快的，加足紧的，对。想要请问老师讲，你伫咧就是处理过遮尔济案件以后，你敢会使就是整理出，就是你感觉讲，大概主要拢是啥物原因需要你的协助？大概所有的人的问题伫倒位？物件伤济啊，物件伤济足爱买的，无就是毋甘啦。感觉这物件吼，捡宝啦，真正捡宝足济的，这物件吼，毋甘担啦。3只公可能用会着啦，阮3斤宝啦。我要等这个时阵想讲今天可能使阮老母穿，迄天使阮隔壁的厝边穿这个物件可能是后日用会着，还是创啥？无就是毋甘啦，就是敢讲吼，这我开钱买呢。这我开钱买我迄阵吼做小姐的时阵，偌散拄偌散。就这，
啊无就是以前的物件，伊就即摆已经用袂着迄个物件，但是伊会感觉讲以前物件较用，老咧总有一工一定会用着。对，这会当修理。根本无这物件，对不对？根本无。听起来阮那物件拢爱单调安尼。毋过因拢知影原因是啥，就是无一个人来甲阮主动啊。对，就是无法度，无法度，真正是无法度下定决心，啊嘛感觉讲，唉，无安尼囥咧嘛，10几年嘛，安尼嘛有法度过，无就安尼啦。我迄工有互因一个广告词惊着，因就写讲你感觉你开钱囥你的粪扫，对，惊死，因为吼，伊就算讲对空间这个问题。空间是上贵的，啊！你想哦，你遮物件对不对？你感觉足宝贝的，啊，拢足值钱的。好，你遮一平，好算台北市一平若100万100平阮买袂起。无啦，一平100万。对，你伫一平面顶囥的遮物件，敢有100万？摕去买敢有100万？我咧讲我清楚知影讲就是物件粪扫伤济，无彩是我搬出的时阵。对，因为搬厝的时阵，迄是拖拉库是一车算的。对，我迄工想讲奇怪，迄搬厝遐钱，我遐迄堆粪扫，敢有遐贵？对，敢有遮大都没开安尼，听到呢。有啦，但是迄当阵就一寡家具可能就爱啦。对啦，啊，但是尾仔就是开始有一地粪扫的时阵，你想讲，讲迄开遮济钱，还是拢买个笨蛋掉，再粪扫个袂遐济咧。系啊，讲真诶啦，那伫台北市啊，你要等粪扫对毋对？你要请清运，清运。哦，我知清洁队人，嘿，清洁队啊是外口诶，你要开钱迄种诶，一车12000，对，以早8000尔，即马载一车爱12000，啊无论你是要载呢细车、半车、规车，反正一出来就是甲你收12000。对哦，你毋是敲电话讲我囥伫啥物所在？迄是清洁队，迄是环保队。对，我讲的是恁兜若粪扫足济，对毋对？你要请私人的迄种的，迄种足贵的。啊，你即知影要收哦，连等粪扫拢开足济钱。对，你讲的迄就是，譬如讲恁兜有啥物椅啊、桌啊，迄无爱迄叫可能门骹口叫环保队来就好。但是老师讲的这是因拼出来粪扫，要单调的时阵。惊倒人啊！连倒钱，听做没有你有听到无？物件囥伤济，你毋若爱入厝水，连想要等粪扫的时阵，拢爱付粪扫的处理的钱啊！真诶，惊倒人啊！安尼毋通买物件。毋是会当买，毋过吼，你若买一项，你爱等一项，无一定是爱等出去，你会当送别人。哦，但是我感觉其实我想着讲要送别人，啊，伫蹲伫遐，啊，搁等，到有一工我就搁平单搁创，总是等到尾来是上尾来想啊，我麻烦的，等掉啦，迄个时阵才真正该等掉，所以莫搁想讲要送别人啊，直接个等掉就好啊。我是拢会甲我的人客讲吼，你所有无爱的物件，拢是你前男友要怎讲？顶男朋友呀，顶男朋友，旧情人啊，旧情人，你所有你无爱的物件，拢是你旧情人。对，你想哦。你即摆已经无要甲伊做伙啊！你敢有可能搁互伊伫恁兜住3个月，对吧？所以甲好出去。对啊，所以你看，你甲你无爱的物件，搁互伊囥伫恁兜半年，对无？对。所以吼，你无爱的物件，拢是你的旧情人。伊去向因兜，啊，互相提起，啊，无就是我管他要去向因兜，甲好出去啊！对，管他要去向因兜，莫伫阮兜就好啊，对无？啊，所以有的人是安尼送别人物件，佮会讲讲，我顶下互你迄，你哪也袂用，你新了衫哪也袂穿。对啊，你为着这，对哦，你为着这想讲啊，我这宝贝这物件我送互你了，你希望你会当珍惜。结果你会感觉讲伊伫遐乌白蛋串，你规气个蛋掉啦！我讲真诶啦。啊，所以就是你要有这个心态，就是讲我无爱物件，若有人要爱就好。吼，安尼就好，莫去管伊的下落，对，莫去管伊讲以后尾有啥物结果啊？嘿啦，对。而且若真正有人要爱，你要考虑到你的时间成本。对，有的人就想讲啊，我铺伫网络面顶，啊，佮甲伊约时间，佮创歹势。我咧讲3年4个月过去啊，你这时间就是拢开去啊。对，阮即摆吼，我有一个最方便的方法，就是我有一个叫做结缘的袋啊，吼，啊，迄个袋啊足大的，厝里所有无爱的物件，你拢甲伊囥伫个袋啊内底，啊，伫你的涂骹甲伊拢甲伊摆出来，嘿，啊，甲伊拍一张照，翕一张相，翕一张相，翕一张。全家伙啊，迄种全家福安尼，甲伊铺伫网络上，甲伊讲我全部拢送互你。啊，伊是咪嘛？伊可能会想讲要经其中一项，我你紧，像咱以早开10块会当买着迄什么惊喜包，对，中包安尼，拢互你。
啊，毋过吼，你摕转去了50项内底，你若有30项介意的，内底是毋是剩20项？对，无要紧，我拄则讲，你若有摕，你就爱甲其他的物件嘛爱清出来。哦，所以你是毋是摕30项去？所以会个变出30项出对来，佫藏入去死人啊！佫藏入去，佫藏入去了后，佫翕一张相。后这要去倒位？对这要去倒位？这要去倒位？我要去。伫阮的迄粉砖面顶都有啊。袂重要面顶都有啊。哎，对对对对。袂重要爱拍什么字？爱拍什么关键字？结缘带。结缘的袋啊！哦，拍结缘的袋就有啊。对，因为我甲我买的物件，甲你结一个缘。对，两个人到底有啥物款的缘分，就互咱继续看了。好啦，过来要问讲，老师处理过就这案件嘛，安尼一定会有就这时代，啊时代就是一般拢是就到囤物件，啊你若要经理是要安怎甲因沟通安尼，因才会愿意放手互你去经理。因为吼，是大人拢足刻薄的。我你讲我拄过这个困难呢，好，你讲我就是物件捡起来困难。我就是吼，我物件捡好了，我放伫遐规地，阮老母等下要摕出去等。结果阮阿嬷伫遐佫顺一轮呢。我捡的物件一般拢去捡起。真的。我讲我这要单掉要创啥？阮阿嬷讲啊，这个新擦擦安尼，这会使用啦。哎呀，捡起呢，啊你嘛毋知捡起，啊某一工你就伫迄咱兜一个所在发现，你讲奇怪，这物件哪伫遮？生卡咱兜啊，对对对，生卡佮行走倒来啊啦。对啊，咱讲时代吼，因以早过了较苦，所以讲啊，啥物物件若当用拢莫单掉，因为这安尼伤浪费啦，啊讨债啦，对啊。啊，毋过若要叫阮去甲因斗3工安尼，足侪人哪有可能互你开钱，对毋对？拜托诶，拼一个物件来请人办物件我嘛晓，佮叫人来甲我办物件，佮互叫人甲我钱。教，嘿，佮互钱。所以阮用的方法就是甲迄个人讲，伊画牙抽着收纳券，哦，嘿，啊，甲因转去了，甲因阿母讲，哦，阿母，我画牙吼抽着收纳券，其实毋是我抽着，是阮同事，啊，毋过因兜才拄搬新厝，因无需要，无需要啊，编一个故事就对，所以伊互我，啊，安尼吼时代伊就会讲，想讲哎呦免钱的哦，蒙钱看卖对，啊，所以我去了，伊拄开始嘛是会舍不得啦，啊是毋是先甲恁讲就好？我咧讲老师，你来阮兜的时阵，就是迄阮老母毋知影，啊，你等下迄就是买个抽着的吼，阮知，阮一日就甲伊讲，阿姆你拄则，你应该有收到一个 QR code 吼，我扫一个，安尼因就讲，哦，好。所以阮去了后，伊本来可能嘛是毋甘，就讲啊。无啦，迄我物件拢要爱啦，阮就甲伊讲，啊无安尼，你即个收纳券互隔壁阿姨，我去隔壁阿姨因兜拼，伊讲无啦，我迄物件嘛是爱拼一个啦，袂使叫别人捡去啦。对，啊后来我感觉吼，遮个时代伊毋是无爱整理，伊是需要有人听伊的故事。哦，伊遮个物件，伊是要收偌久？听每一个物件听一个故事呢？无一定哦，因为伊讲了迄故事。无一定，伊就会讲，对吼，我这留遮久是要创啥？伊就当就是释怀安尼。哦，伊的心情会让，嘿，就心情就开啊啦。有一个透房了，伊就会开啊，就对这物件物件就到遮就结束安尼。各有遮时代拢爱有人陪，有人陪伊吼，比伊家己伫遐收干足生气安尼，佫较好。而且你伫陪伊收的时阵，你佫会甲伊讲话，对，感觉足爽。啊，毋过嘛有一个足奇怪的感觉，就是伊的是说，伊的囝啊，伊的查某囝甲伊讲，这物件可能才10年啊，我拢无看过你用过。甲阮是专家，甲伊讲，这物件吼，我感觉遮小可歹去啊，毋过嘛真正拢无咧用，你要单掉无？安尼讲，我早就想要单掉啊。无，因为我可能感觉是说，因为感觉讲拜托，我是恁老爸呢，我是恁老母呢，你管啥？我感觉你会当管一个，但是今日专家来都无共款。对，专家讲的哪像有道理呢？专家讲的真，哎呦厉害哟！对，我本来就想要变专家，系啊，你要来阮兜变数？专家甲我教的啦。对，啊，阮顶下有一个拄着一个阿嬷，我去因兜，阮是毋是一条粉粿安尼集中，对毋对？对，因兜并出来所有的水果刀47支，要死！哎呀，我怎么笑出来？表演，小李飞刀啦！啊，结果伊就伫遐笑，啊，后来因兜拼出来物件伤济，就像什物锅碗瓢盆啊、碗啦、杯啊啦，足济，迄无法度夹，啊嘛无足歹用的，所以因就全部单掉。咪，阮就甲迄条街啊巷仔的人吼，叫来条巷仔的人甲伊讲，阮是26号阿嬷因兜吼，阮伫遐甲因斗拼厝，啊，伊的物件足济，你若有需要，拢会当来遮摕，全部拢走来，全部拢走来。
然后把遐物件拢摕走，哦，瞬间一时汹汹，忽然间全部的碗拢无去咯。对，真正足欢喜的。啊，后来过来因兜变好了吼，2礼拜，大家人拢来参观。哦，大家人拢来参观。结果迄条路拢你家己拢互你做生意对无？真的，你哪知我阴谋？我就知伊要创啥，因为家即个粪扫拢分去其他的厝边因兜，过来就再去厝边因兜收因兜的粪扫，够巧的啦。一直收到同款的物件。我应该有经历过毋是迄工迄26号因阿嬷因兜迄支图啊。好，过来想要问老师讲，就是阮知影讲你有一招真厉害哦，就是你拼物件的时阵会当安尼掠胶纸，对，用手，你真正是空手掠胶纸无啦，嘛是要用一个卫生纸啦，卫生纸对，我想讲直接用手呢，迄胶纸足侪细菌啦，对，迄是胶纸足臭的呢，足胶臭，纸这味这痕，而且迄个痕洗袂掉哦。我讲讲真的，讲真惊倒人啦。啊，所以我是用卡打啦，毋过安尼我足厉害，哪像跳踢踏舞安尼，一摆会当打27只。夭寿，那是你是安怎算出来？你是打细了，我打细了后，佮用迄底迄鹅肉迄盆子甲迄盘子，太过啦，甲底就好，要算，底下算，嘿，佮个牛哦，即只呢有8公分，我太过啦，哎哟，哎哟，啊，所以你若是你敢会惊迄会飞的？其实吼。对，伫土骹白拢袂恐怖，毋过会飞足烦的。对，我感觉足惊的。伊若飞去你的头顶，对，你就要家飞掉，对，啊继续做，足麻烦。啊，阮顶个有一个同事吼，伊迄胶纸飞入去伊的衫内底，哎呦，啊伊讲我脚趾拍出痒诶，另外一个同事就要帮伊家掠出来，啊结果用大力甲拍落去了，爆汁，伊的脚趾片。后来无录音吗？无录音吗？哦，真假？这还好，因为迄工迄个同事是毋是爆资料，对不对？伊内底敢有穿衫，内底就是伊的肉，伊的肉。啊，结果伊登去洗身躯的时阵，洗袂掉。毋是伊洗身躯的时阵就想讲啊，无我连面搁要食饭无，我先凊彩洗，然后我先出去食饭，啊出去食饭了，搁倒来的时阵，搁想讲啊。奇怪，我哪刚好我那嘛身躯嘛是痒痒，结果去洗头的时阵，咱们安尼洗头，牙膏吗？蜈蚣，伫伊的头毛安尼流落来，对水安尼流落来，我讲要昏你，惊死啦！我本来就是讲假母皮，本来就是讲伊迄胶纸的接握，就是伫伊的身躯，啊，结果伊出去了，成做侪胶纸，啊，带堆胶纸。是伊的头顶有胶，有迄牙膏，我就淡仔笑伊讲，安尼你拄下去食饭的时阵，你是炸糖出去啊？毋是，服务人员问你讲，请问你2位吗？无，3位，头顶搁1位。恐怖，对，我袂惊胶纸，但是我看到你飞，我会叽叽叫，因为我是惊伊尼，向飞来我对，擦掉个目睭我会惊。这还好嘛，是有大只鸟鼠啦，嘛是拄过足济的。鸟鼠就是看到有一只鸟鼠，是足大只迄种诶。昨去洗牙齿有可能足大只诶。系啊，迄种足恐怖叽叽叫伊诶，阮是看到迄衫櫥内底，衫櫥内底饲鸟鼠，有因诶囡仔，衫櫥内底维修诶囡仔。哦，安尼细细只毛毛诶，鸟鼠啊惊，哎呦，对。衫櫥内底饲鸟鼠，我嘛是想拢无。好啦，过来要问讲，就是过年要到啊，想要整理的物件伤济，要安怎快速的断舍离、断舍离啊？对，断舍离，这厉害着。这有你有法都讲出来厉害。其实我感觉吼，你若是过年的时阵要整理的时阵，你就是甲你这几年来已经拢囥足久，你明明知影会当单调，你佫囥咧，今年就甲伊讲再见，安尼。哦，再回到心爱的无爱的物件。真诶，因为你家己心内知影讲，对，其实我真正足久无咧用啊，所以你要听你心内的话。哦，对，啊，甲遮物件，譬如讲我讲的，已经过期的啊，然后生菇的啦、歹去的啦、无要用的啦、无适合的啦。我若是新啊，就是佫无安怎，我袂拆开过的物件咧。佮安尼地啊！啊，若是我300年前瘦的时阵留落来衫咧，我安尼地啊！我袂使，就是明年下关讲我会变衫，我甲穿转去啊。无，我甲你讲，真正吼，感觉迄衫咧 S 号我要留咧吼。对。
激励我家己，无你搞是叉叉 S 哦。系啊，就是想讲啊，老咧安尼有一工瘦的，就当穿对啊，对不啊对？等你瘦的时阵，咱再来买新的，哎哟，对无？嘿啊你一定搁会买新的，好哦无？应该讲吼，以早的衫你穿是好看，对毋过你45岁，搁会当穿18岁的衫是好看无毋对，毋过转过来就是欧巴桑小姐啊，对无？衫好看，人无好嘿，人看。无好看，人了了啦。你咧让我聊聊，无你甲我做碰皮。我用迄我用迄肉甲妖魂甲伊冲大咧做起来。伊米啦，对啊。所以就是爱，就是单调就对啦。对啦，妈咪讲爱单调，真正袂使，你会当单调。啊，若会当用诶，你真正无咧用，你就家结缘，嘿啦，哦，卖使滚出去，若是滚出去啦。哦，我知影，我甲你讲，我迄工去阮朋友因兜，我看伊就是我只看了一箍笔，伊就是因为平常时讲你写字拢买圆珠笔，伊就一箍蓝的，一箍红的，一箍乌的，因兜捡起来总共12箍呢。哇，买遐济，重点是一箍内底有几支，你知影？24支。哇，请问安尼总共有几支？我手还不好，安尼伊会当来参加阮迄粉专内底有一个集中大赛，系啊，就是重点是我去捡的呢，你是我去捡的。啊厉害，尾啊，阮就是甲伊关出去，关去个孤立院啦。嗯孤立院内底有做者囡仔，因要画图创啥，啊，我就是甲伊关互因。嘿，对，其实因遐小朋友是欢喜的呢。真诶啊，若是笔啊，你嘛会当关互老师，哦，因为吼老师吼伊诶笔，若面顶拢有姓名贴嘛，是会去互偷摕去，偷摕去，会去用抢去。嘿啊，对捡去。老师还有一个问题，啊，若是迄红啊咧，我最你讲介意水鸡排蒜头咧。那我也凌晨你有就这家，哦，所以你就爱红啊，我逐工拢会用咧，我逐工拢会甲伊摸者。安尼就是爱老咧啊，对嘛？你看啊，我水鸡排蒜头。单调啊，毋是啦，真正若你爱的，你介意的，你都爱留伫你身躯边。哦，你就这年无去吸到的，老师是毋是有一个考官看到无爽快的物件，大家单调？对，你若心内有一个但是，安尼即个感觉的，你就会当家淡掉。这物件真好，但是这时阵有一个丢毒的心，单掉了。对，譬如讲，即双鞋啊，足水的，但是我逐摆穿，骹拢都疼，骹拢流血，腰是个流血，后壁后脚跟破皮啦，对后底流血啊咧。对，啊，若是即种你就莫搁穿啊，因为对啊你该要穿你拢会惊。偌水拄偌水，流血流地上水。对啊，啊无就是讲，即领衫吼是袂歹啦，啊毋过吼才有去搞着。你穿的时阵，你就会感觉遐都有搞着。有别人你甲我看，因等下看到我搞到迄个所在啦。哎呀，哎哟，只要有这个但是只不过毋过的时阵，你就单掉啦。对，哇啊，搁有你若感觉啊，这可能啊老咧好啦，可能会穿，你都爱互伊一个所在，即礼拜拢穿遐衫就好。啊，你穿出来发现讲啊，夭寿我这街边安尼足客。哎呀，安尼我除了我身躯即输去5输以外，全部拢好穿啊。哎呀，我的心内有针，全部拢单调。今日有这歌哪唱的哇？好啊，老师除了物件以外咧，过年咱会当整理物件，佫会使整理啥物？其实我感觉物件整理好，咱对嘛会当整理人甲人之间的关系，哎呦因为人甲人之间的关系嘛会当整理。对，因为你刚才有的朋友啦，有的亲情啦，对啊是啥物，拢是有毒的人，有毒的人，毒的，有毒的人就是有毒的人，譬如讲是啥物？譬如讲，你大概拄着伊，伊拢一直甲你讲啊，会抱怨。我知啦，就是伫遐哀哀杂杂啊，你嘿讲啦哇，你讲啦，你我命这最近无好伤大箍啊啦，你迄吼衫穿咧遐歹着，咱拢穿咧乌糟糟嘿的啦。迄一直讲人安怎的，无就是讲一直讲因兜安怎的，就是甲你讲我命无好啦，我安怎我嫁无好的翁啦，啊，逐工拢咧讲这个。离婚啊，嘿离婚啊，伊嘿你甲伊讲水离婚啊。嘿，你甲伊讲啊，你会当离婚哦？伊会讲，毋是啦，你毋捌啦，我甲你讲啦，我就是安那，全世界的人拢爱听伊，拢对不起伊啦嘿，拢对不起伊。啊，欠伊钱啦。啊，你逐年拄着伊拢讲共款的，哦，拢讲共款你的。旧年讲的，我放互你听。对，用这个心机呢，讲无采我的空间。嘿我知影你念面，搁要讲安那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就是拄着即种有毒的人啊，你会当嘛是甲伊断舍离安尼，对，咱家分开安尼就对啊。你愈看到动愈好作，无熟悉，对像老师拄则讲的啊，心内无爽快，就甲伊离开啦。对，啊，过来就是伊若伫赖啊，一直传赖互你，对不对对？甲伊封锁，哦，啊，甲伊讲啊，后面我啊，伊问讲啊，手机啊，啊歹去啊。嘿，对啊，我顶解迄毋知是安那呢，我毋知呢。哎，你敢有传互我无呢？我手机啊歹去呢。对，那哦，哦，你这手机够新呢，还是你即支够我？
个时阵就用别个话题甲伊转过就好，对才袂去互伊牵去安尼。所以你要知影讲，我无需要接受你遮无好的情绪，我无需要。人嘛是共款，听众朋友啊，无论是亲情、朋友，还是讲你的同事，拢是共款。对，就你跟这个同事到底会顺做后壁看啥啦？看啥？老师，你来看两个等下拍起来，真的动作无快点。好，再来就是上重要，讲上好时间，老师来，有啥要甲阮介绍的来讲看觅？我甲你讲，我即摆吼有推出对一本册，日历垃圾的，或者一日一舍，对，就是一工等一个物件，一工等一项，因为吼2024年的上新的，上新的，因为全部的人拢会讲，哎，要等物件，毋知要伫倒位开始，对，这内底一工。都有一项，譬如讲，今日甲无需要的几点卡弹掉，明仔载甲弯掉的汤匙、歪去的汤匙弹掉，后日甲无需要的简讯删掉，就是像安尼一工一项，一工一项无讲介难，毋过你安尼一工慢慢做，像阮旧年即摆已经有150个完成365天，就是有100。毋知迄365张相。对，传因拢会传去 IG 面顶，所以阮即摆 IG 面顶已经有差不多94000外迄任务，任务去用完成，所以足厉害诶。所以 IG 要找什么关键字？每日一舍，每日一下。你就当找着面册咧，面册找每日一下，无就是一日一下，拢当找着。哦，所以这个垃圾袋有伫卖？有，即马有咧卖，毋过已经伫要卖了。听朋友听到随时暂停，先去买哈。对因为这互迄种。逐工拢毋知要安怎开始的人，对伊来讲这最方便的，对，就是安尼。所以有其他要介绍，老师啊，你即摆敢有伫共斗拼？有啊，毋过我就无用哦，再见。老师甲我记住啦。好，今日真欢喜邀请到老师来，以后若是讲，就是恁伫咧整理的时阵有拄着啥物问题，拢会使伫咧卖种也是讲，面顶的网友敢会互相讨论。会啊。所以就是，其实我有问题，我抛去其他的人有收过有经验的，拢会甲我分享。对，佫会甲你讲吼，我迄阵嘛是安尼我安尼，我即摆吼是安怎过的安怎。哦，你听起来袂歹呢，那就是那像迄解毒的迄种。我喺美国毋是说流行迄个，啥物要一个病对注伤大家坐一连安尼啊，掠讲，我你讲我真正嘛是安尼呢。我真是等迄个物件输，我嘛是即种感觉。安尼真感谢老师今日来，互阮真侪宝贵的意见，分享，对，互阮听到真侪真好的物件。希望讲我今年过年的时阵嘛会当收这物件，我的经历啊，什么意思？我嘛就最爱经历，对你对啦，一条分过啦。好，无问题。来，咱搁一条分过，对，想尾啊，创啥？好，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上门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